这31件一系列优雅的创作，都是来自史文学老师的水彩画，嘛是描写伊家己退休以后的田园生活加旅游记录，相当有特征。将有真侪亲朋好友加社区志工拢到场欣赏，相当的热烈。议员林美燕加新戏里长区志初嘛到场见证伊的个人气，希望用丰富的色彩来感染所有车工民众有好心情。我的作品虽然无好啦但是嘛有色彩啦，对不对？也多彩多姿啊！我相信这种有色彩的物件啦这个民众来这里洽公也好啦，办理私事也好啦，因拢会看嘛看了心情会好啊。一定的啊，因为咱人对色彩的物件很会吸收啦。咱人也不是好色是色彩啊。薛老师教学35年以来桃李满天下，而且不止在学校，包括在社区，包括在就是幼苗的培育上面，在艺术这个上面我想我们薛老师真的扮演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这些教学品质啊，所以我们今天大家都非常高兴来跟薛老师恭喜啦根据了解，108年南区区公所将2楼厅舍征收以后，除了明亮舒适，更具卫生在地艺术创作者的展演空间。过去不管是金星林、儿童、甲书生、书画等等，每一场拢备受好评。而且今年虎年规划艺术展演一棒接一棒，已经排甲满满，要将公家机关重点更较有人伦气氛。主要是要打破一般民众对于公部门那种刻板的印象。那既然在南区公所有这么好的一个空间，为什么我们不去利用它，让它更加美化、更有艺术的一个气质？所以我们就是结合在地的这些艺术家，然后我们安排他们的档期，希望透过他们的作品的一个展示，让所有来公所洽公的这些民众，除了可以办好他们想要办的相关的公务事项以外，那另外的话也可以来一边欣赏一下这样子这么漂亮的一个空间所展示出来的各式各样的一个作品。史文社的水彩画展对2月10号将到3月31号为止，嘛欢迎市民踊跃来欣赏。薛老师，大家一起来看展。台新闻顾文吉、何乔邦采访报道。